来高。等一下，我快要笑场了。人速通行鸣枪。你搞什么呀？来喽！不要去动啦！哇，干嘛啦？冲啥？不好意思，吓到，讲错了。太高了吧？什么问题？怎么错的比站的高？对，他是坐的比站的高。伊讲在咧谈恋爱。我还以为这边可以去超多手机哦。哎呦，今天的主题是今天的主题是今晚无爱。这张相片看起来无意无意，其实都是用心计较的。边走边甩，边走边甩，然后不要抢拍。哦，我也很真的。唔是啦，我有啊，你讲，平时咧，我会强加甲因发平时咧，我会把它想成金沙利。下面再。林金要做无的，去做无的，做白。人生要随白。